花市在地新闻，在地人，在地情，要来介绍台中代理一位种奶子的青年农民廖炳贤。依靠着家己适当的农事管理甲灌溉的系统，今年的糯米奶子种甲真成功，送到台北果菜市场拍卖，1公斤拍到300块，创下着代理区农会共同运销的新关价纪录，真无简单。 拍开开关，这个喷水系统，搁再依照环境来调整角度，确保每一丛奶子树拢会使压着水。今年拄着高温甲酷寒，台中的奶子农损真严重，因过这个农友挖靠家己的灌溉系统，甲农水管理降低损害。灌溉设备就是维护，你嫁接这些东西都很容易，可是维护它在抽水，我们的压力很大。 所以要抽那么远，压力很大。可是维护它随时随地都会破管。伊嘛有请教过真侪时代有关农事的技术，所以讲种出来奶子特别大粒、厚汁搁甜。最近呢，伊将这个糯米奶子送去台北果菜市场拍卖，创下1公斤300块的价销，是代理区农会共同运销上介好的价销，真无简单。吃起来怎么样？看起来然后呢？很好吃。 他们最高都是240块，就有破他们的记录，就很开心这样。创下果菜市场糯米奶子的拍卖纪录，廖炳贤本身嘛真意外，未来伊会继续吸收农业知识，希望佫会使开创新农业。大概